全台湾还有5位村里长是有中国籍的，其中花莲富里学田村的村长去互公所解职，是目前全台湾头一个。中国海警船初日下晡想要入来到咱的东沙海峡，海巡署出动监控，到昨下晡3点，中国海警船才驶离开。高雄屏东山区落大雨，落几落天，高雄茂林八港的雨水量2900毫米，是全台湾落上济所在，也造成灾情。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初4AM新闻，我是嘉豪。内政部今年1月查出全台湾有5位的村里长，也有中国籍的身份，其中这花莲富里学田村的村长郑万华，伫这个月初1去互乡公所解职，是目前的头一个。这位村长呢，伊是正不满要提起诉愿。另外，伫咧湘北桃园，也有其他4位中国配偶伫咧做里长，即马市政府等单位也正咧研究，看要安怎处理。这个渐冻人先生的身躯边，郑万华情绪激动，强调建立台湾28年，早就已经是台湾居民，所以会无放弃中国籍做条解职，强调台湾官方要求是免工人。因为你一旦开了，就表示你承认台湾是独立的了。谁会给你开这个东西啊？如果他今天我这个搞成了，就表示陆配以后都不能参政了。郑万华位于中国四川来，1997年来台湾，17年前摕到台湾身份证。2002年第一摆参选学田村长个当选，在地乡亲对伊评价袂歹，做到特质也会感觉艰苦，伊也要提起诉愿。湘北桃园姚市的里长面临同款状况，爱个调查。台北市里长王炳祖表示，已经嫁到台湾30几年，民国89年摕到台湾身份证，今年2月佮亲身飞转去中国，不过就是无法度办抛弃国籍。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我今年2月要去办，大陆不给办啊！你现在就是硬性的要叫我们去注销国籍，那我们就是有通天的本领也办不下来。有关里长国籍疑议案，现能由松山区公所查明中，但对于查询国籍有其困难，会依个案情形研议处理方式。中会里长面临资格审查，其中2个是新北，包含土城延寿里里长田国兰，加中和区中南里长林秀晶。市府已经启动相关调查程序，其中里长减负放弃国籍的文件上有一些认定疑义，已函请内政部厘清中。同款是中会新住民桃园区管理里长裴秀玲无奈表示，计划就先做好里民服务，等政府的决定。我们当初来，我们是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我们也是正常的选举。我除了等待还是等待，目前谢谢大家的关心。内政部表示，对无照规定办理的村里长，由乡镇市区公所依法解除公职，若不服依法提出诉愿。陆委会也指出，因为对国家中心机步甲避免机步冲突风险，尊重主管机关内政部对国际法的解释甲相关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海警船最近这几个月呢，一直来扰乱这外岛的海峡。这次下晡呢，又有这海警船想要来到咱的东沙海峡，佮把这 AIS 系统关掉，想要试探台湾的做法。那海巡署是出动这巡河8号监控，双方对徛22点钟，一直到昨下晡3点呢，这中国海警船才来驶离开。呼叫中国海警船3102尽速离开我方水域。否则，我船将依法采取必要行动。中国海警船初日下晡，互海巡查到伫东沙岛海峡向南驶，根据伊的航向甲航速，研判就要进入咱的东沙管辖水域。就算先向无线电广播处理，毋过无得到回应，海巡署马上调派巡河8号向前。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东沙指挥部初日下晡2点50分查到5点34分，巡河8号到回个广播处理。毋过尾仔6点10分，中国海警31控制线关准自动识别系统 AIS， 一直到暗时7点35分才去开，航向转发，而且甲咱的船相近的距离敢若1海里。以暗船方式企图隐蔽航机，避免被雷达侦获，不排除此举为测试我海上勤务部署及机动应处等灰色地带洗脑操作等作为。
海巡署表示，这几年中国海警船一直伫咱的东沙金门水域侵扰，1月底甚至宣布伫南海黄岩岛周边实施海空联合战备警巡，因讲是对南海甲印太地区国家挑战。东沙岛作为重要战略位置，早期由海军陆战队负责驻防，后来防部散户海巡署，各成立东沙指挥部，专家认为爱加大监控强军的建地。西方智库的兵推其实都非常特别关注东沙的位置。也许我们现在不一定能常驻这个部队，因为我们现在陆战队它目前的角色比较都是在本岛进行这样做。那未来是不是说仍然要让它保留或恢复这样子的一个海上的这样子一个突击的能力？我觉得这是有必要。像或者是像可能建立一些快速的船舰，甚至可能包括像例如说这个某种程度像攻击直升机啊等等。另外，根据国防部资料显示，7、3到7时早起6点24点钟内，有4只的强机飞过中线，侵扰咱北部空域。国军共款用任务机南加岸地飞弹系统严密监控。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审计部公布2024年度总决算审核报告，美国对台湾的对台军售呢，也被送来武器金额大概是美金1亿，无来武器包含着 F-16战机、M1A2T 战车等等。国防部是回应讲，已经请美国贴予咱台票27亿，也要求爱赶紧来交货。专家是认为讲，这个武器唔是到位就当随摕来用，若准去拖着，拢会影响着国防战力，还有国军就爱有备案。4台 M1A2T 战车同时涉及等现强大火力，是国军向美国买的来去之一。目前已经到台湾80台。不过，根据审计部公布的2024年度总决算审核报告，包含 M1A2T 战车在内，对比军购也有不完成用部品行情也差不多1亿美金，有资金伫准美国的情形。国防部回应，已经请美国退行差不多台票27亿，各要求赶紧交分。如何让整个部队能够达到完全备战的状态，这就必须要尽早获得，这样子国军才能够按照既定的任务规划去执行。政府并强调，武器到台湾唔是马上就用加做集战力，也需要经过高级训练等过程，才互国军上手。提交的武器包含 F-16B 战机、M1A2T 战车、MQ-9B 无人机等。军事专家陈国明分析，亲像长程精准打击武器是台海防卫正重要的利器，那提高对协助强军的效果，会有正大的冲击。譬如说，陆军的海马式多管火箭啊，或是说空军的 F-16B 交机，或是说反舰飞弹因为这些武器系统的打击力能够够得到对方那这部分的装备呢，我们很可能要请美方先行交易陈国明认为，军购识别风市场虽然乌克兰战争等好，不过美国要考虑自身优先需求武器装备，部分对台军售依然会提高，呼吁国军也有应变计划。若武器无法度按时交货，应维持应对的战力。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屏东的山区落大雨，落几落天，这高雄茂林八港雨水量要到2900毫米，全台湾落雨落上济所在。另外，这高雄的桃园的屏东布袋顶地区呢，累积雨量也超过200毫米。南马社桃园等所在几条连外道路因为崩山，或者是溪水涨起来，交通断暂。六区呢要水崩山冲入去林家厝。另外，屏东的三地门呢，这第24线也未通，德文步路连外车路边31线呢严重变形，步路已经是失电4天了。车路一半较低，崩落南主线溪，汽车经过真危险。高雄山区连续大水雨，地顺南马社所有连外道路，毋是严重崩塌，都是去土石流砍去，差不多1600人掉伫步路内底。族人无法进出对外联系，恳请尽快开通道路，让居民能够外出。桃园原有同款的情形，南回公路99.3公里的所在，因为大水雨搁加分流土山夹入来，流入河床影响，老龙溪测试早起水位比路较悬，一直往南回公路1楼。一定要进行到至少要10米高以上的路基堤防提高的工程，这样子才可以解决。民代建议应该提高当地路基，安尼无大概大水雨，那富兰、梅山、福兴三里都因为道路中段变高陡，那久有真侪路段出现土石流，怪手连清几落天根本都清袂完。土石冲入去四面山庄加中心里的民家，厝内四界乱滚滚，如苍苍。家具啊，还有那个水淹进厨房60-70公分高啊，
一些家具都泡烂啦。大雨落未停，一直到初四下晡3点，高雄茂林8天累计雨量达到2895毫米，落全台湾上济。过来是高雄桃园2442毫米，第三是屏东的雾台2360毫米，屏东沙地毛春日甲高雄南马社六股拢超过2000毫米，我要挖进莫拉克风台纪录。都要过冬了，过冬了。趁早起雨甲完河，民众赶紧出来修理带盼气的水管。乃高雄山区、屏东山地毛乡台日的4线，因为土石崩塌，敢若剩单边会当过。往德文部落的边31线车时持续抢通，不过乡长等人到现场查看，煞发现路已经严重变形。大概快100公尺的地方都变形了，所以可能还是蛮危险，所以要及时的来抢救啊！都没有电，已经4天了。我们那个发电机都没有油。道路中段淹水土石流等大水河省长高屏山区，真侪项拢爱停住，后续安怎重建恢复工园，对灾区甲相关单位是一大考验。记者采访报道。来看嘉义阿里山有一个50多岁妇人人，昨伫因家附近失踪，可能是跋落去溪底扩大搜查了后，再去伫个水尾水坝找到伊的尸体。也因为落大雨，这阿里山的新美村第3号农路现场是崩山崩甲正严重。也来讲到这第1线嘉义水上正义路地下道顶头的车路是落落去，也那台南的柳营有真家厝的地基规个空气规栋厝是直接崩落来。最头写大家连讲话拢听袂清楚，经过几啊点钟找找，发现失联妇人人，初步验判已无生命现象。有住伫阿里山乡嘉里村的姓高妇人人，初3暗伫徛街附近失联，家属四过找找，发现徛街边顶栏下边有伊行的痕迹，一路一直沿到顶栏边沿街溪，怀疑妇人人落伫溪底，赶紧通报。这一暗找找无结果，初4透早7点去出动，搭配空气机找人，早起10点左右发现这位妇人人。事发地点下游约300公尺处，野溪南沙坝瀑布下方，发现该失踪之高姓妇人。山区连日落雨，土石也松动。青山有民众伫嘉义县阿里山乡新美村自来水第3号农路修路，就看到土石流发生的瞬间，错漏的土沙水连续拿来的林木也风扣断。已经完全它的坡度将近快90度哦，所以完全不能再抢通了。到时候我们公所再一个评估是不是有替代方案。水上乡也有路面必损，第1线2.5.4公里的所在，嘉义县水上路段正义路地下道顶面道路崩塌大约40至50公分，紧急封闭双向各2个车道。优先开挖，因为一定有水，水一定有来源嘛，它来源最有可能的就是自来水。这个火是无奈这波山人救有带来的雨量，互因连厝都无啊。民用厝正边的壁崩起，连家区也向下面厝。台南柳营这个人前一日厝的下面的地基互纠空，货车库甲4台汽车拢连落山坡，厝严重必损，测试更加严重，经袂掉的壁面直接崩起。咱款物件想讲要崩，今日崩塌嘛，阮款物件看到一半个，向崩一下，阮个嘛是个紧冲出来，看物件规个崩落来啊。处处一个人离开厝，好在无人伤亡。所以艰苦会当夜风避雨的厝受损，和今年的父亲节是真歹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中部同款是伫咧落大雨，这彰化园林和分园拢崩山，也赶紧甲这附近的居民撤离。南投的山林溪公路撞到崩山，400多名游客掉伫咧山林溪园区内面一暝。怪手白吊索协助5户受灾户居民的机车吊去崩塌区以外方便通行。中部一直落大雨，彰化县园林市雨水巷车山发生道路崩塌，半山一搭大厝起头前下山坪规个厝内，崩塌的所在挖建建物，公所安排信用处处一家伙3人到社区活动中心住，后续会做临时冻土设施。他之前是好好的啊，也不知道啊，为什么突然间整个都崩塌了？人为安全考量，所以先撤离。那因为陆续雨还在下哈，这个边坡可能暂时还不能动，哦，以维持它的稳定性。那后置我们会用太空包先把它挡起来，然后加覆盖那个帆布。分乡大江路这间民家，侧因嘛是发生头前道路塌落去，经过一直落大水雨，村内的路面必阁较深。
崩塌的范围渐渐扩大，住户已经成铁力，村长是正烦恼，过来巡视，希望县政府紧来抢修。因为来，伊这囝仔内底拢掏空去啊嘛。伊即摆迄边的厝，你也看迄边厝，家迄边拢掏空啊，迄边厝甲空，足危险的啦。先看相关单位安那先来做紧急处理啊。系啊。这民众搁先搁倒来遮嘛？无。南投县通往三轮溪生态度假园区的到51线三轮溪公路，车上到早发生山坪崩塌阻碍道路，造成17台游览车436个团客调掉，园区免费提供遮段。县政府伫车市中道抢通，维持单线双向通行，游客拢已经顺利落山。大型游览车目前呢有436位游客暂住园区，由园区提供住宿及餐饮。那园区目前使用发电机，那食物也都充足。台中市大溪风景区14条步道因为强降雨出现真侪大灾情，市政府7月31公告全线封起，不过有民众不管封锁线硬行入去，维是看到了后行倒转去。自由运动到就好了，反正也是来这边走走路、散散步这样子。但是不能再进去。对，可能要再走到里面去，可能会有一些困难的样子吧。公告将大坑14条步道全线封闭。欲请市民近期暂勿前往大坑山区登山活动，以确保人身安全。台中市管理局讲，步道修复牵涉到真侪机关，抢通重建需要时间。这阵千万唔通去爬山，因为灾害唔是风台天发生的，民众硬走入去无法则，会派员加强巡视可控，呼吁民众遵守管制措施，确保人身安全。记者采访报道。来看一条不幸的消息，这花莲有工人伫咧台北线中环公路157.7公里的所在施工，说好这山径跌落来石头结着头，不幸来过往。警方表示讲，这名68岁姓白工人参与中环公路山径修复工程，负责交通管制。早起1点外收工，准备要登去休困，说好这山径跌落来石头结着头，警消接到通报到现场，发现讲这个工人已经死亡，后续调查是由警方来负责。来看大潭这石鼓溪铁桥，最近因为落大雨，这桥墩拢空起啊，而且也有沙位。为着安全来设想，已经先封桥啊。那云林县政府文管处就表示，这座铁桥伫民国95年订入做云林县的历史建筑，即马也赶紧来抢修。连日落雨，地势溪水涨起来，造成大潭石鼓溪铁桥桥墩土坝亚坑嘛沙位，基座规个看现现。就连铁桥的铁基路嘛变形，为了以后民众的安全，目前先封起来，禁止通行。都算因了，也去大拿上班的人啊，因为纵贯路无咋行，都是行对桥来。桥墩的基础它都已经裸露出来，然后甚至有点位移，所以呢，确实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已经封桥，来协调做一个看用什么方法可以来改善。文管处表示，石鼓溪铁桥应该是运输造成的原料。这条铁桥下过云林甲嘉义甲界石鼓溪，有100公尺长。民国95年订入做云林县历史建筑，105年完成修复，未来会赶紧讨论抢修的方案。另外，拿来往北顶主要的车路，嘛因为这几天落大雨，全避开。这整个夏季危险性很高，这村民100多户在走。那个水路已经改变了，会造成我们原有的我们的地质条件没办法因应，造成下边坡度滑动。云林县府表示，最近连续几日天拢落雨，造成这条路路基拢流失，目前已经赶紧封起来，估计受到影响的人数有300-400人。这2天会先用边坡的更方来保护，按算3天内完成紧急抢通，恢复单向通车。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水火无情，来看桃园中立的宽东商场昨暗发生火灾，规个市场是拢烧了了。消防局认为讲应该唔是有人故意去遐放火，那这详细原因佫需要调查。警方局表示讲会来协助这店家，协助因重新开业。防守线围内火调人员当咧现场调查中立区宽东商场导火原因，加速桶也先行搬出调查，防止意外佮发生。有一寡已经拢互分甲乌麻麻，透早也有未少团相关来关心损失，也毋过无法度进入火灾现场，因此希望会当赶紧修复，互商场重新开业。还好啦，是鸡肉摊啦，里面有一些肉啦，是先让它，可是现在也不能进去啊。目前封锁，我不能进去，所以没办法评估我的损失。消防队他还有在破他的土门吧？
要给那个火调科人还要在那边检查破点在哪里。这场火灾就发生伫星3暗晚10点，火烧甲真猛，好佳在伫2点钟左右就互拍花。商场大约有250平方公尺，大约有50个摊位甲民生用品烧起来。消防局火调科吊挂监视器，这个市场导火前后无人出入，初步排除认为放火，详细财损甲导火原因也有待赔清。我们第一时间也通知了所有辖管市场呢，应该注意消防用火等公共安全事项。那后续呢，我们也会积极辅导他们恢复营业。已经去20多年的宽东商场，因为火灾严重毁损，警发局表示，第一时间就通知管辖市场要注意消防用火等公共安全事项。后手也会积极辅导业者转型甲恢复营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咧新竹市第60倍快速道路桥骹呢，挖到真侪粪扫，有起厝的废料，还有20年前总统选举的广告机啊。环保局表示，讲这物件拢会甲摒掉，也要追查这个来源。阿门头、钢筋，还有塑胶等等的建筑废弃物，上含的是今年有2000年总统选举时的广告机啊，这拢是伫咧新竹市头前溪桥骹挖出来废弃物。当地议员表示，过去头前溪就捌互人偷倒废弃物，即马搁互人挖出遮尔侪粪扫，恐惊早就造成水源污染，要求市府甲工程单位要赶紧处理。那么大块的一个营建废弃物，既然会在这个东区的现场来挖掘的时候发现这个是相当离谱的事情。这个要求市政府环保局一定要严格的管控，那也要求这个设计建造单位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这些废弃物一定要清理干净。头前溪对新竹民众来讲是真重要的用水来源，康不过接着通知了，唔敢大意，除了暂停工程以外，也赶紧通知水利署相关管理单位到现场会勘，要来厘清废弃物来源。开挖土层下方发现大量的废弃物，其中包含营建废弃物、塑胶、家具、轮胎、木材。为了维护环境品质，并且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将依据现场的市政，持续的追查违规行为人，并且会积极的督促土地管理单位进行环境复原工作，彻底清除该处废弃物。康比局指出，后续除了会依照现场实证追查违规偷盗来源以外，还会进行环境复原作业，将废弃物彻底移除清去了后，再继续进行相关的工程。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讲到美国公布台湾的对顶关税是要扣20%，这个月初7开始实行。台湾想要争取调降，不过美国的贸易代表角李远伊是初3说讲，新宣布的关税呢，差不多是拢确定啊。行政院是表示讲，台美也有继续伫咧谈判。另外，中部八关切首长做会向中央提出着15项降低关税冲击方案。台中市长罗秀燕也呼吁中央呢，就要赶紧来公布和美国协商的内容。美国上新关税税率预定初7生效目前，美国宣布台湾对顶关税税率是20%，台湾当日争取调降，也不过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初3伫节目访谈提到，新宣布的关税一旦讲完全确定，外界无应该寄望这个税率会伫无偌久的将来调降。行政院经贸单破办公室表示，台美继续谈判中，有愿力争取对台湾上有利的选择。就台湾来说，我们就是依据这个行政命令，向美国提出了我们想要继续跟他协商的这个要求。那美国也回应了我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议题来持续讨论。具体的一个内容敲定之后，那么应该要送立法院的，一定都会送立法院嘛。若要唔来要求公开部分谈判内容，民众党佮提案邀请行政院长到阳台，这批个12到立法院专案报告，也毋过民进党团甲经贸办拢希望，伫关税结果确定了后，再来国会报告，最后条约协商破局，会交互院会讨论。这个礼拜5跟下个礼拜2，民进党党团是不赞成嘛？只要一旦谈定之后，1个小时内我们赶快朝会协商，然后来安排行政院团队来报告的时间，这没有问题。中政府是烦恼关税冲击产业，包括台中分家在内下八县市首长联合向中央提出，包括冬季水电油价、部分农业等15项解决方案，佮较呼吁中央赶紧公布甲美国的协议内容甲交换条件。那我们对美方提出了什么样的交换条件？那这个协议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我们认为应该比照其他国家
对国人开诚布公。千万不能用我们的中小企业跟我们农民的权益来作为谈判的基准点，绝对不能够牺牲我们台湾的这些的立足点。柯秀华表示，农业甲中小企业唔但是稳定台湾经济重要基础，更加是稳定国家重要力量，袂当互牺牲。也发声中央关税公布了后，大家拢会去，应该要赶紧破坏现金一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受到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台湾目前有3441个人等咧放无薪假。为了要减少冲击，劳动部公布3项保障措施，除了把这薪水差额补贴的比例有关到70%以外呢，有另外再提供劳工职业训练、参训津贴等等，希望帮助劳工趁这段时间来练功夫，重新再出发。受到美国对台湾对顶关税20%，加上台票咧起，台湾传统产业受到真大影响。业者专家拢指出，若是8月初7关税阁无降价，恐惊一寡产业拢会开始放无薪假。汽机车零配件的出口对台湾来讲，其实是一个还蛮销往美国，其实是一个还蛮大的市场。所以如果真的有因为关税的冲击，所以导致说可能出货受到一些影响的话。或许有可能将来会发生无薪假的问题。塑胶啦、机械啊这部分放无薪假吼，其实是进前受到这个台币升值的影响啦。你即马可能讲这个关税佮拍落了就雪上加霜，未来吼足紧的就佮降落来，因为政府你甲美国谈判嘛。根据劳动部上新的统计，目前全台拢总有3441人咧放无薪假。劳动部长拜一也表示，政府打算提悬补贴，甲薪资差额的补贴比例对50%提悬到70%。过去薪资差额补贴都是50%那我们会来把它提高到70%那这个提高的成数，就是希望能够给劳工朋友，如果遭遇到减班休息的话，有更多的经济安全的支撑。劳动部表示，这届补贴的范围主要是针对树林、机械、运输零件这寡受到冲击的产业。劳动部强调，未来若是受影响的产业扩大，伊嘛是会扩大补助的范围，并且鼓励劳工伫咧减班的期间去参加职业训练，各当加领训练津贴，鼓励劳工充电，搁再出发。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8月23日，这核三停放公投投票，早起赞成停放的代表是认为讲，这核电厂无应该搁再污名化。若准无用这核电，改做是天然气发电，因是咧烦恼讲，若准大海去封锁起来，台湾到时阵就能源危机。若反对停放的民间团体是积极讲，公投的主本讲，就要通过着整体安全评估，说是无法度来确保安全。核三厂这40年来状况真济，就不应该搁再停放啊。核三公投不同意。反对屏东核三厂重新启动的团体，拜一伫立法院召开记者会，因讲屏东核三厂伫咧5月18才正式除役，台湾总算进入非核家园。不过，若被刘伟雪提出来要重新启动核三厂，搁伫8月23举办重启核三厂的公投，引起学者和在地居民不满。在核三2号机5月除役之后，全部都已经停机的状况，已经比较安全了。可是很不幸的，在今年的8月23号即将举办核三重启公投，那对我们国家能不能继续维持一个相对安全的非核状况，就有一些变数。伫核三厂服务超过30年的精电厂技术员李桂林，规身躯无力，连讲话目睭嘛刻刻。伊讲长期伫辐射区做工课，得到2个癌症，分别是血癌和皮炎癌。经过医生的鉴定，破病可能和核能真正有关系。我的血小板剩下3万多，然后后来我到荣总血液科去检验了很多次，到最后证明他的学名叫做次发性血小板减少症。2011年福岛核灾事故，那大家都很关心嘛，哈。那从研究的结果看出来，小朋友他的甲状腺癌，它有显著的增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2011年日本发生福岛事故了后，日本囡仔得到大红龟癌的比率明显提悬，特别是女性的儿童，风险超过70%。民团呼吁民众8月23公投投无同意，唔通互台湾的能源政策倒退路。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
伫个8月23日，南投这个所在有第2批罢免投票。南投的这罢免团体就指控讲，因的据点呢去放破流霜，已经去报警察咯。另外，国姓乡要开这村民大会，要求村民就要早因啊，而且因偷盗反罢免的宣传品，违反行政中立。中公所强调，这举办村民大会是村长和村民的决定，公所拢不伫咧管，也强调甲8月23的罢免投票无关系。今天我们。南投罢免马文君志工团8月开记者会，指控国姓乡南港村8月12日要开村民大会，拍算配合反罢免宣传，佮要求村民爱早应呐。另外，发起罢免的志工据点嘛，那像互人破流霜，罢免团体呼吁政府甲检警爱介入调查。携带印章的部分，我们就是很合理的可以去怀疑说，已经违反了所谓的行政中立，因为他们在开会的通知单还会有减负的一个就是反罢免的一些小物的这个部分，有被不明人士泼洒疑似酸性物质，导致地面腐蚀。针对罢免团体这期村民大会要求村民早应呐，南投县政府民政处回应讲，村里大会是由乡镇公所负责办理，签到会当签名也是第应呐。另外，根据罢免团体怀疑志工据点互人破流霜，警方已经去现场采证调查。签到的部分，这也是公所依据这个相关的规定哦，就是可以签名或盖章。不会写字的人就用印章这样的。嘿啊，然后他有跟那个反罢免的文宣有一起夹带这样子啊？没有啊。第一时间已立即派员至现场采证调查，并全面调阅地点周遭监视器画面。8月23日，有一波罢免投票，罢免投票日愈来愈晚。南投罢免立委马文君的志工团呼吁中央政府甲社会各界关注地方民主现况，维护宪法保障的民主甲罢免权。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火林馆的冠运会场结束，最后一天的电竞决赛，就算是落雨，也是继续比。就家长认为讲，拢无保护到这选手的权益。县政府强调讲，这电竞场的排水能力是真好，有等雨较细阵的时阵才来比赛，而且拢遵照电竞上新的规则，授权予裁判来决定。大雨中鸣枪起跑，囡仔拼全力，背起脚就向前冲。不过这毋是咧耍水，而是婚姻馆冠军会的比赛项目。青衫闭幕迄日的电竞决赛，伫大雨中举行。有家长指出，检察处校园区拢有饮水，部分管府无保护选手权益，有缘执意比赛。我会觉得看仪式啊，如果很大就暂停，然后如果很小就继续啊，不能都无话来话。你注意想想啦，你是想讲你做老爸人，你惊你想你咩？其他民众有无同的看法。婚姻馆教育处表示，全馆运动会竞赛总则是采用中华民国电竞上新规则。电竞比赛伫落雨天，通常会依照比赛的场地甲项目，由裁判判定敢是暂停还是终止比赛。球卡球就因为草皮拢乖乖取消电竞场，可能排水能力好，选伫雨较细时阵继续比赛。他们曾经也有，昨天也有停半个钟头啊，就是雨最大的时候他们会停下来。电竞场它的限水非常好，所以它下雨根本对那个跑步不受影响。我可能说见仁见智啊，因为裁判长毕竟有裁判长有他的考量啦，这是裁判长的权责啦。一般来讲，知道因为那个雨是那么大，跑道积水，一定对或者说对选手成绩有影响，理论上还是会暂停比赛。其他电竞裁判强调，一般来讲，除非单位讲才会暂停取消比赛。也毋过雨若大，跑道积水就会影响选手成绩，一切都爱看裁判长迄当时的判定。现赛也爱考虑学生教师工作人员等住宿甲交通安排，将会一支由百几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西南气流减弱，气象署中昼解除较大规模大水雨作业。气象署指出，讲7月2日开始，这西南气流大雨事件真罕见，那影响的时间长，范围搁伫咧中南部。这高雄、屏东的累积雨水量特别超过木栅溪洪灾，也就是28年来连续7天拢出现大雨以上的雨水急速。
台电工程车因为强降雨调在路中，车辆拢看无。为7月2日开始，台湾受西南气流影响，有2波强降雨高峰，先是受第8号风台外围环流甲第1波西南气流高雨影响，家己高频雨势剧烈。8月初开始，西南风阁增强，阁倒来第2波落雨高峰，甲历史上极端落雨事件相比，这波西南气流大水雨伫高雄了解总雨量2819毫米，特别接近2009年莫拉克风台的2823毫米，家己1840毫米，也特别足平去年开米风台记录。这一波西南气流因为影响的时间长而造成的总累积雨量，已经非常的惊人哈。南高屏基本上山区都已经超过2000毫米以上的累积雨量。这8日，家己以南山区有连续性强降雨，台中以南平地有第延时强降雨，南投甲云嘉南高屏有17乡镇拢达到超大水雨，家己太保市雨量上大123毫米，连续4日测站上大一雨量超过200毫米，也写28年来历史纪录。第一次连续7天单日的雨量都有超过200毫米，也就是都有达到豪雨的等级。在这段期间，我们总共发布了181次的强调短延时豪雨的这种短延时雨势的这种大雷雨即时讯息。即马西南风减弱，雨势也转好，不过气象署提醒，测试依然受西南风影响，高屏山区也是出现大雨大水雨，配合台中以南地区也阁有局部大雨。还是要留意，在整个中南部地区断断续续还是会有一些阵雨跟雷雨的发生，特别是在清晨到上午，可能中南部地区还是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一直到初七各地才会开好热天，中昼过后雷阵雨天气形态，这摆西南气流影响台湾时间较长，也雨加的站从有史以来7月份上少1周时数记录，敢若116.7点钟。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广东今年到今已经有7000例曲光病，另外这菲律宾、印尼等国家也是这曲光病流行地区。为了防止带病入境，疾管署表示讲，已经伫咧港口加强发烧体检。今日来对这广东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对目前1级提升到2级咧，明仔载才来公布。事实上，这曲光病和天狗这拢是环境病，提醒民众对这环境就要表清气，才袂有炭病病。全中南部雨势转好，不过工会专家烦恼大雨过后，真侪容易积水，恐吓产生真侪大病蚊啊！今年热天，台湾可能面临天狗节曲光病上风暴，因为最近监测发现，国内真侪所在大病蚊啊密度已经超过全部临界值，然后境外移入病例进入社区，恐吓大流行。过去108人谈有21名这个气功病例，那我有追踪他们他们的酸痛都超过1个月。有时候看过4次的医生，酸痛都还没有解决甚至在国际上有很多的病例会超过好几年。疾管署指出，曲光病甲天狗节同款，拢是有带病毒的白线斑纹，也就是埃及斑纹定着感染。曲光病潜伏期先2至到12日，不过发病前2日到发病了后5日，拢是传染期。症状有胸发烧、关节痛、头痛等。一般患者出现皮疹，有的患者关节会痛到无法度行动，甚至将身体弯起来，这都是曲光病特征。因为中国广东、菲律宾等附近国家曲光病疫情严重。台湾已经伫国际港部加强发烧体检。我们目前有针对这些东南亚的入境的国家，或是中国广东入境的一个国家，如果他有发烧的症状的话，我们都会做相关的检测。根据统计，中国广东曲光病最近1礼拜目前将近3000例，今年已经有将近7000例，引起国际关注。疾管署按上拜日公布，是毋是将广东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为即马1级注意提悬到2级警示？专家是强调，天狗节甲曲光病拢是环境病，一定要落实顺道清路，将有效杜绝带病蚊啊造成源传播。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山区几个所在土石啊放弃，亲像这高树乡新丰村一般5管道，目前暂时是单线通车。那三地门乡、含埔大乡今仔日呢，有一寡封起来路段有恢复通车了。山鸟甲怪手赶紧甲挡伫路面的沙石清掉，边仔徛架黄色的土水嘛是佮挡伫门口。这是屏东高树乡新丰村连续几6天的大水雨，土石对山边规个放落来，直接甲1般5管道挡掉咧。
因为这条主要是对外连接的沿线公路，当地居民赶紧派怪手来挖，暂时单线会使通过。当地民众要回去厝，就要行别条路。整个那个185县道就是有点砂石淤积，然后还没有完全清理好。要么就是走旧马路回来，又或者是从宝莲禅寺对面那边有小路可以过来。对，然后其实各地都还是重工具还在帮忙清淤当中。礼拜5开始就下大雨所以就水就慢慢就淹上来了。家里面有进一点水，但是就是还好不是土石流啦，所以家里面清理还蛮快的主要就是外面就都是这个泥浆水。新丰村义兴路的居民因为伫尾寮山的山骹，嘛是因为溪水无法度排泄，暂的互土霾水淹到厝内。好佳在无严重，居民趁早起无雨的空旷，紧甲埕甲厝内的土石拼咧。屏东县山猪毛乡嘛是过来港的大雨，造成暗坑互土石塌咧，土水直接冲到路面。对外大路过来达发生水崩山，水管破去，水一角规个。水路有断掉吗？已经水都没有，水管断了。应该清理不好吧？山猪毛乡甲雾台乡因为连续的大水雨，造成里港三德检测所附近积水，警员刷到山猪毛，多功能教室执勤。今仔日护士检测检查所恢复运作。山猪毛乡第24线德文往新山道路原本已经成封闭，今仔日早起10点嘛恢复通行。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这月初，这风台扫过境，台南、高雄真侪所在唔若失电，这电话、手机拢收无信号。这几天南部又搁雨落袂停，也搁有所在呢是还未恢复通讯。中华电信今日伫发言表示，已经加派几落倍工班伫遐抢修。不过这雨是落袂煞，进度有较慢，预估上近8月15会当全面恢复正常。但那是风台7月初罕见对家己电力，造成中南部受损严重。加上最近南部大雨落袂停，造成包括台南、高雄等地也有住户电信断线。立法院测试针对风灾了后的断线抢修机制进行专案报告甲质询，立委直接问中华电信抢修的量能敢是有够？现在还有中华电信的用户市话跟我们的这个手机还有用户无法使用嘛？一天现在修复能量大概是300到500哈，从台南跟嘉义这部分，那我们预期本来8月6号全部就修完了哈，那最近这个雨又来了哈，可能我们会再依照这个户数来讲，可能会到8月15到20左右啊，看天气的状况哈。因为天灾造成断线，就算行动基地车全部出动，表示会有时间。立委要求所有部和 NCC 讨论，敢会使伫这个期间开放漫游使用，搁由政府来出经费。通讯车这3个临时的处置的方式之外，漫游可不可行？我上礼拜也跟内政部刘部长有联系过了，我们明天就会找内政部跟数位部来开会来协调研商。在动员时期，那个电信管理法里面有规定，就是这些费用衍生的费用必须由国家来负担。中华电信提醒，全面使用漫游会造成另一种通讯塞车的可能性。2个交流道坏掉，现在把要上2个交流道的车，通通调到另外一个好的交流道，要避免一个问题，就是也把好的交流道给塞爆。数位部强调，这届风灾造成大规模停电，数据地带无法度运作，会协同 NCC 和业者伫重要地点建立有耐10号机强风，搁有72点钟比原电力的高控载机地带，来做好风灾的准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讲到即马，这诈骗的手法是拍款，真侪拢使用游戏点数来诈骗。有受害者甲因为买游戏点数哄骗的经验公开，钓民意代表也呼吁中央，就爱随启动3大改革，包括订定游戏点数管理办法，成立下部会处理平台，推动平台是名制来防止诈骗设置。诈骗手法真侪种，最近几年。游戏点数也正做诈骗金流的看旁。最近出版《全球诈骗天堂》的作者艾琳亲自公布，伫 Facebook 所被异常骗防诈骗了后，汇款到游戏点数公司口座，将基本无法度兑回，真是经过。我曾以为自己够谨慎，但诈骗集团看穿的不是我的贪婪，而是我的信任。他们为我量身打造的剧本是卖家身份需要验证。
这才是当今诈骗最可怕的地方。新北真侪位机关共同召开记者会，呼吁中央政府甲立法院重视问题，推动游戏点数制度改革甲跨部会监理。林国春指出，游戏点数平台实质上早已经负担大量资金流通的角色，却无符合任何监管规范，这平台就像无照的虚拟银行。大家知道说我们是罪行法定主义，如果你没有这个特别法，没有这个普通法的构成要件，是没有办法去纳管，没有办法去这个移送包括现在司法、警察、调查局或检察官、法官，针对类似的案子是束手无策。大多数呢，这个游戏点数在购买跟转售的时候是无需要绑定实名的，所以容易遭到包括人头或者是假账户的操作。点数的贩售平台呢，未纳入金融机构等同等级的客户审查规定。客户审查规定很重要哦，如果没有客户审查规定，其实随便的人都可以去购买。民内呼吁中央爱随启动三大改革行动，包括订定游戏点数管理办法，将点数交易平台纳入金流监管，成立跨部会处理平台，设置受害者申诉甲金流调查专责窗口，推动平台实名制。KYC 审查金流漏痕甲异常性保定机制，强化洗钱防治能力。到这个进程，司法部暂时无回应。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民党的立委推动修法，要甲劳基法的产假对目前8礼拜延长到12礼拜。体育联盟指出，讲这产假也应该予女性的劳工听好选择，讲是要休唔休，或者是会当休偌久的权利，提供有春秋的要件假会较理想。这马大个囡仔愈生愈少，为着要鼓励大家生囡仔，减轻这场妈妈的压力，几多位国民党立委提案修法，将这马劳基法规定的8礼拜产假延长到12礼拜，甚至是14礼拜，提供更加优先的请囡仔的环境。很赞同啊，这是福利啊，但我觉得梦想比较美丽。女性很辛苦，对，那如果你不让她长期这样子休息的话，我觉得身体会负荷不了。延长产假有真侪妈妈赞成，不过也有无同的声音。体育联盟就讲，安尼新修法其实是误解国际趋势，因为真侪国家的产假虽然时间真长，不过唔是强制拢爱休了，等到伫台湾可能会变做一定要完全休了，等到限缩女性的选择权。会让女性在家孤立育儿的时间从2个月延长到3个月，片面延长这样子的产假，雇主会不会觉得更不爽？这是慷雇主之慨。那就会间接的或是直接的导致雇主对女性的敌意。这边建议立委应该要先监督政府就是弹性育婴假的，就是修法和设计。体育联盟讲，像西班牙16礼拜产假，其实是6礼拜产假，国家10礼拜谈成育婴假。因为安尼时，这是这马台湾上欠缺的育儿优先制度。希望在咧保障女性就业的时阵，也应该让男性承担一定的照顾责任。但是劳动部去年估计，产假若延长4礼拜，等于是增加1个月薪水，企业一年将会增加差不多29亿的成本。所以各方面也该做同伴检讨考虑。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哈马斯最近公布一段影片，影片内面呢有2个人质消散落巴，讲已经伫咧替家己乌帮啊。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就谴责哈马斯，也强调有消灭哈马斯的决心。不过哈马斯强调对非巴勒斯坦建国才来停止。对哈马斯放出影片内面看到。一位以色列人质伫咧纸顶留下，即天是7月27，已经几落天无食物件，而且拢无水通啉。这个人质叫 David， 也个摕沙条伫咧磅空内面挖，讲是咧替家己挖梦。ירזה יותר וחלש יותר. מבחינתי זה נראה שאני בדרך למוות שלי. חובר לעצמי את הקבר שבו אני אולי אשכב. 另外一个德国甲以色列相中讲一个人质对着镜头讲无水无食的已经强要死亡，因2个人看起来拢三比八，面色正歹，引起以色列民众上街头示威，希望各界随达成停火加释放人质的协议。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除了谴责，也国强调消灭哈马斯的决心。באמצעות תעמולת הזוועה השקרית שהוא מפיץ בעולם, אבל אנחנו לא נשבר. אני מתמלא בנחישות עוד יותר חזקה לשחרר את בנינו החטופים, לחסל את החמאס
להבטיח שעזה לא תהווה יותר איום על מדינת ישראל. 不过，以下停火谈判怎么停来？哈马斯催利讲，除非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有完全主权的独立巴勒斯坦国，那无违反其因武装抵抗的权利。这个以色列的要求相违背，看出双方意见差真多。虽然落雨，欧洲雪地过亚路，依然有几落万人上街头示威。警方估计参加人有9万多人，因夜标语画口号，希望为保受战争吞噬的加沙实现和平，并且运送救援物资。画面顶头穿西装甲红领带，就是维基改编的创办人亚桑杰，伊行伫队伍的上头前排小听。澳洲总理艾班尼斯白讲支持两国方案，并且讲以色列故作犯罪甲杀害平民的行为，无用准辩解或者是忽视。不过伊到即马是也无承认巴勒斯坦国。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来看澳洲的东南部新南威尼斯州，初一开始受到强烈风暴影响，就地热落雪，这累积40公分悬，是1980年以来上介高的纪录。另外，这昆士兰州一寡所在也是这10年来头一届落雪。若讲到这日本呢，是连续3年7月平均温度拢伫咧正悬，这冰库悬甚至出现7月到伫咧7月底呢出现这41度的悬温。雪一直落，将道路甲厝的厝顶拢盖一片白雪，厝边的空地也有少年人在耍雪。南部新南威尔斯州北部当地初二开始受到强烈风暴影响，开始落雪，积雪达到40公分，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上悬纪录。德连附近的昆士兰州部分地区也罕见的10年来头一摆落雪，引起民众好奇，到户外翕相看雪。I've always dreamt about going to the snow. I've never seen snow before in my entire life. And it really is a surreal experience, and it's awesome. 新南威尔斯州紧急服务处通报，目前规个州已经处理超过1455件雪灾事件，包括有100多台车受困、建筑毁损、加水灾问题，互当局几下摆发布重大大水灾预警，也有数万户家庭伫暗时停电。新南威尔斯州的大雪景，外地游客进伫当地的街拉顶看雪，也有一对情侣直接伫雪景求婚。Pulled up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to get a photo in the snow, and then I wasn't allowed to wear my mittens because he's like, you won't need them, and then he proposed. 澳洲落大雪，日本煞创下高温新纪录。日本气象厅侦测到日本经过有史以来上热的7月，今年7月平均气温比1991年到2020年同期7月，关出2.89度，是日本连续3年的7月创新高温纪录。关西的冰库悬30个高温，捌达到摄氏41.2度。I am sweating from top down every single day. I need to drink a lot of water not to dehydrate. I put a lot of, sunscreen as well, okay? 气象厅警告，8月也会出现更加侪气温超过35度的烧热天气。这是已经有17个观测站观测到的高温拢创新高纪录。高温天气也互日本包括北陆甲东北地区多数地区降雨量低。后面中国较烦恼降雨量少，会影响日本稻米收成，互日本欠米的情况更加严重。目前，日本农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也伫食材新习惯的水坝加水位了后，暂时以压水车的方式供应稻产所需要用水。公司新闻单系统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2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5度到29度，结果明仔载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